创世纪第3章第7节到第10节。他们两人的眼睛就开了，知道自己赤身裸体，就编织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做成裙子。天起的凉风，那人和他妻子听见耶和华上帝在园中来回行走的声音，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上帝的面。耶和华上帝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他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因为我赤身裸体，我就藏了起来。”我们同心来祷告。慈悲的阿爸父神，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平安经过一个礼拜，在周末的晚上，我们还有这个福气能够聚集要来敬拜你，献上满心的感恩。我们也感谢教会在5月的时候，我们推出我们的灵命操练，我们推出的主题是清洁的心思。为何我们要来讨论清洁的心思？因为主你告诉我们，一切命令的总归就是在爱，而爱是从清洁的心、无亏的良心跟无畏的信心而生出来的。我们盼望我们的爱是真正纯全的爱，所以我们要回归到从清洁的心开始来做操练，祈求神你帮助我们，在要有清洁的心中间，不是靠我们自己，乃是神你要为我们造一个清洁的心。但在这之前，我们有人应该要努力的部分，我们有很多不好的东西，我们要除去。我们已经上了，我们要除去我们的不信，也要除去我们的情欲。这礼拜我们更要学习到除去我们的羞惧，祈求神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赏赐我们有足够的智慧，能够明白，开我们的心眼，让我们真正的明白之后，就成为我们灵命的帮助。我们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大家平安。我们在学习清洁的心思中间，我们今天已经上到第3讲，因为每一讲都是牧师讲的，所以大家应该都前面都已经有讲过。那所谓灵命的操练，操练的意思呢，就是要一再的重复的去讲，你就会记得的。记得以后呢，你就不会那么容易的忘记。所以我们前面还是会再重复的来练习。为什么我们要去做清洁的心思的操练呢？因为我们要回应神，耶稣基督告诉我们的大诫命是什么？是一个爱而已。而这个爱到底是什么？你可以说我有爱啊，但是真的是你的爱吗？哥林多前书讲的爱是一个动词的爱，要我们去做出来是爱是又有恩慈，又是这样等等这些。但是呢，我们自己本身的基本的如何能够有爱呢？原来在提摩太前书第1章第5节告诉我们，就是我们要求大家一起来念一次来。但命令的总归就是爱，这爱是从清洁的心和无亏的良心、无畏的信心生出来的。所以这边很明显的告诉我们，你要有那个爱的话，真正的爱是因为你有清洁的心，还有无亏的良心，还有无畏的信心，才能够生出来。那清洁的心如何能有清洁心？是不是我自己讲说，我希望有一个清洁的心，就能够有清洁的心呢？我相信我们没有办法。要是这样的话，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都成为一个好人啊，但是其实都不可能的。那无愧的良心呢，也告诉我们说，原来神赏赐给我们每一个人，其实一开始的良心，你说我对得起我的良心，你真正对得起的那个良心，就是神所赏赐给你，它是一个无亏的，就是没有亏损的，已经没有受到污染的，这个才是哈。无畏的信心呢，你要有这个信心，是相信神，你才有办法。所以我们就希望能够要活出耶稣教导这个爱的时候呢，我们就用了4年的时间要来学习。第1年呢，我们就今年是讲清洁的心思；第2年讲无愧的良心；后年讲无畏的信心；再来我们就这3个合起来，就成为纯全的良心啊，纯全的爱心。那在清洁的心思中间呢，我们要学习的呢，我们已经学到2课了，这不信。还有一个是情欲，不信乃是讲我们跟上帝之间的关系。我们这样子对上帝不信任，我们就开始我们的心思就没有那样子的清洁了。
我们就开始像夏娃一样，他把上帝的话做了稍微修正，这边减，那边加之后呢，得出来的就被魔鬼撒旦所利用了。那情欲的部分呢，是因为情欲，神所赏给我们的情欲都是好的。你可以想象，一个人要是没有情欲的时候，那个世界是一点的，就是不止比黑白还黑白啊，就是一点热气都没有。你想想看，你看到什么东西，你都不会有所这样喜怒哀乐出来，也对你都没有办法产生任何的刺激。那样子的世界并不是神所喜悦的世界。神创造这个宇宙万物呢，是让我们共同的享受，所以呢，它应该是让我们能够本身能够经由五官等等这些去接触到外面的时候呢，应该有所回应，那就是情欲。上礼拜我们讲过，我们有七情六欲哈。七情，我不知道你们回去有没有人去查这个七情六欲是什么啊？啊，七情是哪七情啊？喜怒哀乐、爱恶欲啊。然后六欲是什么？色、声、香、味、细滑，还有一个识哈，尝试的识哈，就是我们的心。我们的心会因为这个尝试这些知识呢，而会起了一种欲望出来哈，我们才会想要去进修等等这样。那这些本来都是好的，好的为什么呢？但是假定我们的心思被污染、被败坏之后，这些就会被魔鬼所利用了。你看到一个好的东西，结果你就想要拥有了它，本来不应该拥有的，但是你想拥有它，你就开始想尽办法。然后拿不到之后，就更想一些恶毒的办法，就产生不好的事情。这些呢，情欲假定被撒旦所应用呢，就变成不好了。这是对自己的关系，因为我们人都有情欲嘛，啊，那这个情欲呢，身心灵都有。身是什么？肉体的情欲。心的部分是眼目的情欲，因为眼目看到之后，就影响到你的思考、你的情绪等等这些。还有灵的部分呢，就是今生的骄傲。这圣经里面告诉我们非常清楚，这三样东西不好的东西，其实情欲它翻译这样不好，它翻译成了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那情欲是神所赏赐是好的东西啊，所以后来是我再去看它原文的意思，这个情欲是讲说远超过你的欲望，就是你有贪婪的欲望的情欲，它是翻译是这样。所以另外有的翻译是讲私欲了哈，是肉体的私欲、眼目的私欲。加上今生的骄傲，这是这样这不是从上帝来的，而是从这个世界来的啊，这是我们要对抗的。那今天我们要讲对这个羞惧，羞惧是两个词合在一起，是羞耻加上惧怕，这两个其实是常常连在一起的啊。我们看看人的心思对外环境的接收与回应呢，主要是靠人的情绪系统，就是上礼拜我们讲的，然后呈现在你的感受上。你的感受有可能是这样，会觉得很喜乐，也有时候会觉得很羞耻，你会觉得很高兴，但是有可能会觉得是很惧怕。我们今天就要看的就是这个部分了。人原来的心思感受其实是正面美好的哈，就是上次我们所看到这几个经节哈。耶和华使各样的树呢从地里面长出来，然后可以悦人眼目，其上的果子好做食物。悦人眼目，这就是你的感受。你看了之后呢，你觉得哇，这看起来真漂亮，那就是你的感受，其实是好的。你要是没有这种感受的话，你就不会去想要去吃它。第二个呢，那个亚当看到那个夏娃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它为女人，因为它是从我们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因为从那肋骨上取出来，它从心里面发出来，这是他的感受。他觉得这个女人呢，跟他男人呢是有结合在一起的，是有关联的。最后一个呢，《创世纪》第2章28节说，当时夫妻两人赤身裸体，并不羞耻，这是他的感受。他觉得虽然两个都赤身裸体，但并不羞耻，这些原来都是好的。上帝赏赐给我们的，透过情欲系统里面的这种感受，其实都是正面的，是美好的。但是很可惜，我们看今天的经文里面呢，让我们看到，当人犯罪堕落的时候，人的心思感受常常说到是羞耻、惧怕，或有这两项根源性的感受，延伸出更多负面的延伸的这个感受。那刚才的经文呢，我们已经念了，那在这边我再显示给大家看一次我们的经文了。
因为有些人没有带圣经哈。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但是讲看到自己是赤身裸体，然后就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做裙子，然后听到上帝的脚步声的时候呢，他们就开始躲避上耶和华神的面。耶和华就唤那个人，就是亚当啊，对他说：“你在哪里呢？”他说：“因为我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因为我赤身裸体。赤身裸体，第一个它产生的是怎样？羞耻，然后接着看他讲就害怕。所以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这个羞耻跟这个惧怕哈。羞耻跟惧怕呢，其实是我们心思上的失能。心思本来是正面的，但是我们用到不好的地方去，它就失去它原来的功能了哈。亚当跟夏娃他们吃了善恶果之后，眼睛有没有打开？有，开了，但是不是像撒旦一样的开，像上帝一样没有办法的，因为人就是人哦。导致吃的必定死，这个规定呢，却来到了，因为他们跟上帝的关系已经死了，而且隔绝了，从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也隔绝了，因为他们开始必须用衣服怎样遮盖自己的。原来夫妇两个人是赤身肉体，不觉得羞耻的，他们现在开始也要用衣服遮起来，所以不只是人跟神的关系已经隔绝了。夫妇两个之间呢，也开始彼此的关系也隔绝了。眼睛明亮所看见的是怎样？他看见的不是已经失去了上帝荣耀的这形象跟样子，已经变成丑陋了。他为什么要用衣服遮起来呢？因为他觉得丑陋啊。他看到的不是上帝所创造的每一样都是美好的，为什么到他眼中变成是不好的呢？因为他已经失去了上帝当初起初创造他们那个样式去了。他们的感受呢，是羞耻，是恐惧，难以接受，所以他们只好拿无花果树的叶子来遮蔽，也隐喻人跟人之间开始有了隔阂在了。上帝呢，到园中是要干什么呢？到园中时原来是要跟人来团契的，但是亚当跟夏娃听到上帝的声音，他们反而怎样？因为羞耻，因为惧怕，他们就躲起来了。我们看到神跟人之间的关系已经开始有了变化了。这时候上帝怎么办呢？我们看到上帝怎样？上帝他没有言辞的审问他，没有斥责他，他只是叫亚当，亚当你在哪里？请问上帝不要问这句话，他知道亚当在哪里吗？他当然知道，他不知道他就不是上帝了。他为什么还要问呢？他原来是给人有一个机会。然后看他自己到底他是怎么讲的，所以上帝问他说：“你在哪里呢？”亚当夏娃感到惧怕、羞耻，因为他们的心思已经失能了，失去它的功能了，所以他只能够躲起来。我们看圣经中间呢，另外有一个人，也可以当做我们来当做这个来检讨有关一个人他犯罪之后，他有羞耻，他就会产生了惧怕。而这个人最后怎样子的又回到神的面前，他将是一个我们很好的例子，可以成为我们的帮助哈。我们看的是撒玛利亚的妇人，记载在约翰福音第4章第5节到30节。那这样记载的一个故事呢，是说当耶稣他经过撒玛利亚的这个叙家的时候呢，他是在正中午的时候，然后他走路走很久，所以他觉得很疲倦、很困乏。他就在城外的井边，因为他们井都是在城外哈，然后大家一起来使用，而且畜生那边也可以使用。他在那边休息的时候呢，然后门徒就进城里面去买食物的，是中午的时候。这时候呢，有一个中午的时候，一个妇人来这个井边要打水，耶稣就向那个中午出来打水的这个妇人跟他要水喝，说：“你能不能水给我喝呢？”那妇人跟他讲怎样？为何你一个犹太人向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要水喝呢？原来这是有一个故事在。犹太人他非常歧视的撒玛利亚人，视他们为不洁的，不与他们往来。所以原来还是有典故的，就在他们，因为这是耶稣的时代，耶稣的时代是在西元的大概是33年左右的地方，也有可能讲是比较早一点，西元20几年。不管他是怎样。以色列民族是在主前586年的时候就被灭掉了，所以到耶稣的时代已经经过600年左右了。这600年中间呢，这个
犹太人被灭掉的时候呢，那个亚述国就把这些人全部都抓到亚述国去，不要让他们的人留在原来的地方，因为他们一定会叛变，他们一定会集合起来，然后就产生一个力量，然后就讲就要复国，所以他就把重要的人全部抓走，剩下都是一些怎样贫穷的人，或是没有什么贡献的人，或是一些残疾的人，这些人就留在原来的地方。所以大部分在耶路撒冷的精华的这些人都被抓走了，留下来的人其实后来就是到撒玛利亚去的。然后他们在撒玛利亚，不止在撒玛利亚，他们还跟当地的妇人，也就是迦南地的这些原来住在那边的原住民呢，就产生了婚姻的关系。所以他们生下来的这些撒玛利亚的人呢，几乎都不是纯正的犹太人，所以犹太人非常看不起他们。你们这是不是纯种的？你们已经不再是上帝的选民了。他们非常歧视犹太人，非常歧视撒玛利亚人，他们连走路都不愿意经过那个地方。你们回去再看圣经就知道，他们原来要从加利利要到耶路撒冷的地方有2条路可以走，一条是走山路，一条是走这个约旦河旁边。大部分大家都是走约旦河旁边，免得忌讳走山路。第一个，但是这一条是比较近哈，免得走这山路，或者是会经过撒玛利亚，经过一个不洁净的城市。所以他们有这样大的歧视中间的时候，你看到，所以他会问这一句话：你是一个犹太人，为什么跟我向撒玛利亚人来要水喝呢？但是我们看到耶稣他并没有歧视，他没有拒绝往来，导致这个妇人竟然用这样的话去回答，好像是他带着拒绝、带着谴责、带着质疑、带着这种傲气一样。这是我们看到撒玛利亚妇人第一个回答。我们再看他中间的回答，因为我们这一段经节我们没有念，我们要看他们之间的对话是怎样。耶稣他说话了，也就是说，你若知道说这话的是谁的话，你反而你要向他求活水喝。虽然我向你要水，但是呢，你又问我说你为什么跟我要？但是你要是知道我是谁的话，你反而会向我要这个活水喝。妇人回答说：“你哪里来？你有什么活水？你难道因为他们那个井是叫做雅各井哈，是当初他们的祖先所挖的？他说：难道你比这个他们的祖宗雅各还大吗？耶稣就告诉他：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呢，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呢，要在它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这句话是耶稣已经将他的真理告诉来了，只有他是赏赐生命的，而这你要喝我的水呢，你才不会渴，不是像我们平常在喝了这个水一样啊。这个妇人就说：“哦，这么好哦，那你就把水给我喝吧，叫我不要渴，我也不要这么远，还要到城外来，中午还要来打这个水。”这时候耶稣就告诉他说：“好啊，但是你去叫你的丈夫来，也来这边吧。”这时候，那个妇人就很为难，她说：“怎样？我没有丈夫。”其实，这个妇人有没有丈夫？她的生活是很不好的生活，很淫荡的生活。所以耶稣告诉她说：“你说你没有丈夫是真的，你已经有5个丈夫，你现在的有的还并不是你的丈夫，也就是他已经其实是第6个了。”所以我们就知道为什么这个妇女呢是在中午的时候来打水，原来是怎样？这妇人她的一直生活呢是过着羞耻、惧怕的生活。她在情欲混乱的生活中间呢，虽然在中午的时候来打水非常的辛苦，但是她又不得不过这么苦的日子，因为她怕见到其他的人，其他人见到她一定会指指点点，哎，这个人怎样怎样怎样。他怕去见到这样，所以没有人中午正热的时候来打水，所以他就趁那个机会来打水。别的妇人都是在哪里？在清晨、在黄昏没有太阳的时候呢，就去打水。但是这个妇人没有办法，因为她在羞耻、在惧怕中间，只能孤单的在正午来打水。但这个故事到最后的时候呢，这个妇人呢，她后来去找了她城里面的人来信耶稣。为什么？一个在羞惧的情绪的中间的人，他如何能够得到耶稣的帮助呢？
原来是耶稣用接纳来医治了他的羞惧。怎么接纳呢？我看这个撒玛利亚妇女人呢，她听见耶稣指出她的婚姻的情谊的生活的时候，哇，她就吓一跳。你怎么知道呢？然后就开始问他一些问题。这个人应该是先知，不然他怎么会知道我的事情呢？就问他说：“我们有人说这个敬拜呢，你们有说敬拜在耶路撒冷，那我们说敬拜要在撒玛利亚，到底敬拜应该在哪里？”他就问了耶稣这个事情。耶稣告诉他：“上帝是灵，只能用怎样心灵与诚实敬拜他。所以不管在什么地方，其实你用心灵诚实，就不是没有受地方的限制的。”经过这样讨论之后，其实这个耶稣已经将非常正确的真理告诉这个妇人，所以妇人最后得到一个结论：怎样？耶稣一定是弥赛亚，一定是那个他们从旧约开始就已经预言，耶稣上帝要派一个弥赛亚来救我们的那个人，而这个人一定是很厉害的，他是一个先知，他有权柄，他能够代表上帝来拯救我们，所以他就认为他是的时候呢，我们看这位弥赛亚呢，耶稣他并没有歧视，也没有排斥，也没有轻看，也没有审问定罪这个充满了情义的这个妇女。他不只是充满在情义的混乱中间，他有羞耻，他有惧怕。他如何来肯定他呢？我们看下面几件事情。第一件事情，他向这妇女请求给他水喝，是肯定这个妇人怎样，他可以有所贡献呐。以为这个妇人在每一个人眼中恐怕是根本就是属于这个社会社会中间的那些最弱小的、最人家看不起的这种的一个族群里面，但是耶稣向他要水喝，肯定他是可以有贡献的。第二个呢，又告诉他，他要跟他要活水的时候呢，耶稣告诉他：“我要给你这个水，让你不渴。”所以表示怎样？耶稣不轻看他，也不排斥他。然后当这个指出他的这个妇人，她有她五个丈夫的时候呢，然后他说：“你没有丈夫是真的。”所以只是他没有告诉他，我就知道你明明就有，还说没有这样，他没有这样子，也没有这种责备的口气，什么都没有，他只是很平实的告诉他：“我知道你的是怎样。”这表示耶稣的了解跟他的同理。我们看到耶稣是怎样，他不轻看、不排斥、不歧视，他只有完全的接纳。这是耶稣我们看到的第一个步骤。第二步我们在看的时候呢，在经过讨论敬拜之后呢，耶稣这个妇人知道耶稣就是那个基督，他就得到了释放跟医治。他留下了水罐往城里去，走向他惧怕羞于面对、素来逃避的人，去跟他说了一段话。为什么我们说他得到医治呢？因为他说了这一句话：“好，你们来看，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说出了，莫非这就是基督吗？”我们看这个妇人怎样？他愿意将自己最羞耻的东西、最害怕，而且是素来所行的这些怎样，用它来做见证呢？表示证明他已经得到医治的，因为只有被医治的人，他才可以勇敢的面对自己、接纳自己，而积极的正面来看自己。很多人都说到我已经受到医治的，很多时候我已经得到赦免，我已经饶恕的人还是这样，但是他又不敢去面对这个事情，那没有真正的。假如你真正受到医治，你已经真正得到接纳，你已经真正饶恕的人的话，你通常都会去面对的这个事情，你才有办法。所以我们要问，这个妇人呢，她原来是羞耻的，因为她的婚姻状况非常的不好，人家看到她一定会指指点点的，所以她不敢面对众人，她都在众人不在的时候，偷偷的去打水，因为不会碰到任何人。但是这个人现在跑回去城里面，向所有人讲说：“你们过来看吧，这个人将我过去的事情都讲出来，他应该是弥赛亚。”他就是基督。他原来所惧怕的事情，他竟然敢去面对他，为什么？因为他已经得到医治了。什么医治了他呢？耶稣的接纳医治了他。我们要回来问，我们的心思思路也常常会出现羞耻、惧怕，
如果让人家知道的话，也许你会感到很羞耻惧怕，但是耶稣却肯定你的独特性跟价值。他要告诉你，我必给你活水，我绝不会轻看跟歧视来排斥你。我相信我们每个人，他都有不同程度的，在我们的生命中间，都有我们做错的事情，都有我们觉得是见不得人的事情，甚至这个羞耻呢，就会常常跟你在，因为这个羞耻在，你就有惧怕。这东西呢，到底要如何去对付呢？最好方法就是到耶稣的面前。你假定你不敢去跟你的指导老师，你不敢向牧师，你不敢向父母讲话，没有关系，你就是跟耶稣讲，因为耶稣讲，耶稣他知道你啊，他要告诉你说你的事情他都知道，他完全了解，否则他就不是神啊。他既然是神，他当然知道而且了解，他能够接纳你的遭遇跟痛苦，而且他会赦免，完全来接纳你。碰到这种情形的时候呢，耶稣也要告诉我们说怎样，我们不必要去回避、躲避我们的这种我们的痛苦，我们也不必要装腔作势，伪装自己很骄傲、很敬虔、很热心，好像我什么问题都没有。我们不需要，也不需要退缩，也不需要逃避。现在我们就可以到耶稣的面前来，因为你可以骗得了人，你骗不了神的。到神的面前，不管你有多少羞耻惧怕，不管你是多么的难堪，多么的污秽，只要你愿意诚心的到耶稣面前认罪呢，他现在就要赦免、接纳、拥抱，并且为你再造清洁的心。牧师从礼拜二开始，连续接到有一个人打电话给我，从礼拜二开始的时候是很深色的这样子交谈，而且他的讲的话都没有很通顺，都很结结巴巴的。因为这个人我不认识，连姓都不知道，只是到后来我问他说：“请问你贵姓？”他才跟我讲姓。他打电话给我是打我手机，我们都知道手机都会显示对方的号码，他的是怎样？号码是也不让人家知道他写什么，号码保密还是什么？就是你不知道对方的号码。我相信他也是刻意的，他不要让我能够知道他是谁。在这整个过程中，我一直感受到他一开始是非常的封闭自己，然后到后来的时候，他主动告诉我他一些秘密。这中间呢，我经历到说，他第一个打电话来说：“请问你是牧师吗？”我说是。我说那你是谁啊？他说我只是一个信徒而已。我说我认识你吗？他说你不认识我。他怎么拿到我电话我不知道哈。然后就有可能是我们周报上可以看得到，还是怎样？他就问我说：“请问圣经中间有没有讲得到有关不正确的情的问题？”我说有啊，而且讲很多哎。我说10诫里面的第7诫就告诉我们不可行奸淫。我说到新约里面呢更严格，耶稣说你要是看到一个妇人，你动了淫念的话，你就是犯奸淫了。所以神对这件事情非常的 care。请问你有什么问题吗？是不是你好像已经有犯了这个事情，还是他没有，我只是问问而已。OK 就挂掉了。没有多久他又打电话来，我想知道一下这个事情要是说我去这个声色场所的话，可不可以？我说你是正要去呢，还是你已经去了回来了？这个牧师大概不应该问这么清楚，不过我还是问了。他说没有了，我想，就也没讲下去。那我就没有跟他说要他逼他讲，我就是这样好了。你假定还没去的话，就不要去了。你假定已经去的话，没有关系。你假定没有做错事情呢，你因为我不知道你的原因，你也是不是做生意这样我不知道。你回来的时候，你就做个祷告，祈求神赦免你就好了。他说这样真的这样就好吗？我说这样就可以了。他说好。没多久又打电话来。牧师，我的意思，其实我应该跟你讲更坦白一点啦。就是因为我这中间，因为到绅士场所里面，我认识了一个女的，那我跟她有了关系，然后我不知道我会受到什么惩罚。我说
这关系到底是怎样？你们是不是他成为第三者，你成为第三者，还是怎样子？他说没有，他说这其实是一个金钱的交易。我说金钱交易当然对我们讲也是不对的事情。我看还没有发生影响到第三者去的话，那你就还是跟神认罪吧。哦，他说 OK。在隔了2天之后，密集打电话。我在开会中，我跟他讲对不起，我现在在开会，你没有办法，你各位多久再打电话？他说好。真的那个时间，他马上就打来了，但我还没有开完。说对不起，我还是没开完，请你再晚一点打。这中间到我真正接他电话前，又打了5次电话，一直要我说这很抱歉，我真的没有办法。这次我给你一个明确的时间啊，15分钟之后打来，真的15分钟，刚好15分钟他就打来了，表示他非常的渴望，他希望能够听到一些有关的话。后来他终于讲，就越讲越清楚。他说这事情是发生在8、9年前。哇！我一听就吓到，我说8、9年前你忍到现在啊？这就是突然我在准备功课，我准备今天讲，我就想到，真的，一个人要是做错一件事情的时候，他觉得那个事情会伤害到他，他就恐惧。因为他后来问我一件事情，他说这是8、9年前的事情，但是我已经离开那个女的了，那我会不会受到什么惩罚？因为他在我在讲电话的时候，我很简单告诉我说你有在看圣经？他说有。好，我说我现在正在忙在开会，我会去请你看2段经节。第一个经节去看撒母耳记下11章，讲到大卫犯奸淫的事情。然后呢，看完之后呢，你再去看诗篇51篇，是大卫犯了奸淫之后，那先知拿单来指责他的时候，他回去忏悔之后，他的认罪，他写的诗篇51篇，你把这2篇都看一看好了。他看还不止看，他要看超过，因为他看到大卫受了惩罚，所以他打电话，牧师啊，那个大卫受惩罚呢，我会不会受惩罚？我说你看到的惩罚是什么？看他的孩子死掉了。啊，我说你结婚了是不是？他说他结婚了，而且有小孩了。我才慢慢的、渐渐的明白，这个人是他的婚姻状况，他等等这些情形，所以他担的心，他的惧怕是什么？他会不会像大卫一样，那个小孩子死掉？我跟他讲说，这个小孩是你跟你太太的吧？他说是啊。我说那不一样故事的，不要想那么多。但是呢，你现在你从那个事情8、9年之后，你到底是如何去面对这个问题？他说他一直觉得很内疚。他很害怕，他做这个事情，他觉得这个是一个罪恶的。然后呢，他已经离开那个，虽然是金钱的交易，但是他喜欢上那个女的，所以他已经离开她，而且是8、9年了。他一直跟我强调，牧师，我已经离开她8、9年了，这样的话，是不是上帝会原谅我？然后是不是不会将这个刑罚在我身上？我告诉他，我不是上帝，所以我没有办法替上帝讲。但是上帝是一个这样看人内心的，而且上帝知道你跟我讲也没有全部讲完嘛，但是上帝知道你的事情。假如你真正的悔改，我确信上帝会原谅你。至于你会有什么后果，我不太清楚。但是呢，最重要的点是，上帝会原谅你。你一定要到神的面前来。我为什么讲？就是说，一个人在8、9年前所犯的事情，他为什么今天打电话给我，我不知道。为什么在这个礼拜他是什么原因，我也不知道。他打电话给我，为了8、9年前，而且他说他已经改过8、9年了的事情，他一直摆在心里面，一直害怕。为了只有最后讲说，会不会有惩罚在他的身上，至少打了10次。我跟他讲没有问题，假如你根据你跟我讲的，你已经悔改过的话，就没有问题。OK， 他说很好。我说等一下，我要跟你做个祷告，我要为他做个祷告，然后将平安喜的赏赐给他，将他挪去他心中的恐惧等等这些。讲完之后，他又打，放下去没有多久，牧师真的吗？真的不会，我不会被罚吗？我说你要得到释放，反正又打来。就这样前前后后，我从新竹我们会议开完之后，从新竹开完，本来我开车都会打瞌睡的
突然就接这么多次电话就没有打瞌睡，我要感谢他哈。然后他就这样子呢，一直问我会不会受到惩罚？我要讲的是说，我们人要是心里面我们心里面有一些不是清洁的心思的时候，我们就常常会受到这些魔鬼的利用，原来美好的东西，例如是情欲，你因为情欲产生的感受，你看为它是好的，你看为它是一个漂亮美的，所以你才会去接近，你才会想要等等这些。但是要是超过我们讲那个情欲是怎样，是贪婪的欲望而引起的话，哇，那就变成不好了，就变成魔鬼的利用了。那原来的害怕，原来的那种心里面在想的问题，就变成惧怕了。那位打电话给我，后来我还是问他说：“请问你贵姓？”他有坦白的告诉我是他姓什么。我说这样就可以了。我不知道你的名字没有关系，我只希望要称呼你，因为我要跟你祷告啊。所以我才知道说你姓什么就好，那我就称你为陈弟兄好了，我就为你祷告这样子。我真盼望他听到我的祷告，然后听到我跟他解释这些种种的事情之后，他能够得到释怀。我相信他还是会有我认为这8、9年来，他心里不平安，已经是上帝给他的惩罚了。你相信一个人能够把一件事情摆在心里，摆8、9年，到现在还记得，还要请求牧师来问很多问题，难道他这8、9年中非常的喜乐吗？是不是神就是这样子啊？我不知道。我告诉他说：“你虽然离开了那个女的，但是呢，我现在知道你是结婚了，所以我觉得神不是只有要你离开而已，你一定要跟你的太太要和好。你现在有和好吗？”他就说：“有了，我们一直在进步中啊。”我说：“进步不够了，要和好，要很甜美。”他说：“有，我一定要努力这样子。”所以我讲这个例子是真实就在这个礼拜中间，经过这么从礼拜2开始，一直到礼拜5中间的一个过程中间，我们人有很多软弱的地方，我们都会犯错，我们都有很多后悔的事情。有的后悔是很严重的，犯的也是严重；有的是非常微小的，根本没有什么关系，下次注意就好了。但是很严重，已经触犯到甚至是神不喜悦的事情，怎么办？我们会开始有羞耻，接着我们会产生的惧怕，这时候怎么办？耶稣像面对撒玛利亚妇人的时候，他就给他一个盼望，如何呢？接纳他，不排斥他，不斥责他。神也要告诉我们每一个人，你不一定要跟牧师来讲这些事情，然后求牧师为你祷告，你自己就可以跟耶稣祷告，因为你讲不讲，耶稣都知道。所以你好好的到神的面前去，你要再得一个清洁的心思，你一定要除掉你的这一部分。你因为犯罪，你因为有羞耻，你会有惧怕的时候，你一定要除掉它。除掉的时候，你才有办法再回到神的面前。这是撒玛利亚的妇女的故事，是告诉我们就是这样。耶稣用活生生的来告诉我们。所以最后呢，我们要再造清洁的心思。其实这3课，你到下礼拜4课，我们都是一样，都是同样一个步骤。你只要再造你清洁的心，第一个是当然是清理啊，清理就是讲你为你的罪祷告。为什么罪祷告？你这次的话是为了你一切过去的一些罪。上礼拜我们是为了我们的情欲的部分，这是为了我们过去的一切罪呢，求主赦免。当你有清理掉这些部分，到神的面前认罪之后，怎样？你就可以重建你的心思。没有办法自己重建，而是神来帮助你。我们看一下诗篇51篇第10节，就是刚刚讲大卫他所做的诗。他犯了罪之后，然后他做的事，他说：“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他没有说我已经有一个清洁的心了，没有。神，你为我造，因为他知道靠自己是没有办法，他只能靠神。那你如果能够靠神呢？因为你已经悔改了，你已经悔改才有办法。以赛亚书第59章第1节到第2节。里面告诉我说这样，神告诉我们说，不是他的膀臂缩短了，没有力量，
也不是他的耳朵发沉了听不见了，乃是我们的罪使隔绝了我们，所以他掩面不听我们的祈求。神爱我们没有错，但是有一样会隔绝我们。新约里面告诉我们，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隔绝基督对我们的爱，但是有一样啊，就是讲你跟你的罪啊。所以你一定要到神面前，你要先认了你的罪之后，你就可以祈求神为你造一个清洁的心。然后这时候你怎么知道神为你造了清洁的心呢？用我们的行为来看就知道了。应用新诗里面，彼得前书第1章22节告诉我们这样：你们因为顺从道理真理之后，你们就有爱弟兄，没有虚假，从心里彼此切实相爱。当你认罪之后，你就可以重建你的心思，求神为你造，不是自己造。但是神为你造了没有呢？可以从你有没有彼此相爱来看出来。当你都有的时候呢，你就可以宣告：我已经得到神的意志了，可以接纳我所有的羞耻跟惧怕。从今以后，我的心思是健康的，所有的心思反应都是积极正面的。就像撒玛利亚的妇人，她最后可以去面对她的羞耻跟惧怕，她去面对那个原来她羞于她不敢跟他们见面，所以我都是中午才去打水。但是他敢去面对他，因为他已经得到了医治了。我相信清洁的心思的灵命操练，就是要帮助我们每一个人。今天这一讲里面是告诉我们说，我们的没有清洁的心思对我们的影响是什么？我们常常会有羞耻，而且羞耻之后会有惧怕。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在爱里面是怎样，没有惧怕的。你要是有惧怕的话，那个爱就不在你的心中了。而神就是爱，爱不在你心中，就是神没有在你心中。神要帮助你，神要希望你每一个人都过得平安喜乐。我们有几个问题可以来思考。这些问题我不知道，因为你小组大概已经过了，但是这是一个很好的，你可以找你最好的朋友。假定你觉得你自己跟上帝祷告好像不足的话，你可以找一个人帮忙，你没有关系。你要是知道你的主人他的羞耻惧怕而认罪，你要如何去面对他？是不是看到他以后就开始心中说啊，这个人是这样的？然后这不是我们要分享得到的结果。你反而是知道说，原来他是软弱，他是有需要的，所以我要常常为他祷告。在最近几年里面，有一个名词非常常常在叫 mentor。mentor 的意思就是讲属灵的导师，或是属灵的伙伴。他不是关心你的经济的问题，或是你表面上看起来因为什么钱没有，他是讲你心灵深处的。在你没有办法向任何人吐露的时候，你只能向这个 mentor 来吐露。一个人要是我们每次都像每个人都有一个 mentor 在，属灵的导师。你要是没有怎么办？耶稣就是你最好的属灵的 mentor。但是我们人的软弱，常常就耶稣看不到啊，好像是没有。你必须要有一个人跟着，在他面前跟他讲的话，那你就要去找一个 mentor 出来。你可以跟他一起来为了你的事情来祷告。你常常为了什么事情感到羞耻吗？你想耶稣会怎样看那些事呢？你常常有什么事情感到惧怕吗？你想耶稣会怎样看那些事情？我们常常做这种都是很深层的分享。我们深层分享的时候，我们常常要谨守他的公约，就是我们要守密，要保守秘密。两者之间都彼此保守密，彼此常常为他祷告，而不是为他来讲、来羞耻的他所为你分享这个事情。在灵命操练中间，清洁的心思乃是要我们恢复到我们起先的爱。不要忘了，爱是从什么生出来？有3样。第一样是什么？清洁的心。第二样呢？无亏的良心。第3呢？无畏的信心。啊，声音太小了。再一次，第一样是什么？清洁的心。第二项？无愧的良心。第3？无畏的信心。啊，这记载在哪里？提前，不是提前来，不是拿钱来啊。提摩太前书第1章第5节，
我们最近不是在背经句吗？哦，这句是很好用的经句，知道常常提醒我们，我们的爱是从哪边生出来？不是说我想有爱就有爱啊，不是啊，爱的根源是从神而来的，因为神就是爱，经节就是这样啊，神爱两个字摆在一起，我们没有办法讲错，我们就知道讲神就是爱。其实原文里面是神爱两个字摆在一起，神就是爱你，所以你只有回到神的面前，神给你造清洁的心思，你才有办法恢复到那个清洁的心。神再给你一个无愧的良心，恢复到原来无愧的良心，你才有办法无愧的良心。神赏赐你一个无畏的信心，你才有办法无畏的信心，你就有那个纯全的爱。我们盼望在这个灵命操练中间，清洁的心思中间，我们一样的除去，不只是这4个礼拜所要除的就 OK 了，很多要除的，这只是最大最重要的几样。一个是你跟神的关系，一个是你自己的关系，一个是会对你影响，另外一个是对别人的影响啊，就是论断，这是下礼拜要讲的。这几个是重要的基点，其实还有很多我们必须去对抗，我们才能够保有清洁的心，才能够保有那个神要我们的爱，我们才有办法去爱神跟爱人。愿神祝福在我们每个人愿意去灵命操练，来造就自己的身上。我们同心来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在我们灵命操练清洁的心思中间，我们已经进到第3讲，就是要除去羞耻跟惧怕。原来我们是人犯了罪之后，我们就有这羞耻，因为神你当初起初创造我们无愧的良心中间，会让我们感到羞耻，而这羞耻不是带来了好的事情，而是带来的惧怕。这羞耻跟惧怕常常会使我们心中充满了苦毒，充满了怨恨，就成为不喜乐的人。主，这是你不喜悦的。主，你喜欢人都是一些过得平安喜乐的日子，所以我们要努力来除去我们的羞惧。如何来除去呢？就是回到主耶稣的面前，因为主耶稣了解我们，同理我们，知道我们的错犯，知道我们的软弱，所以要接纳我们。我们只有到神的面前来诚心的认我们的罪，再祈求神你为我们造一个清洁的心，让我们用我们的行为，我们彼此相爱，来证明主你已经赏赐我们一个清洁的心。我们就要宣告，主你已经让我们有一个清洁的心，我们不再受这些的烦恼了。我们感谢神，你今天让我们在这边的学习，祈求神你继续祝福在每一个愿意为自己的灵命操练人的身上，加添力量给他们。我们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